台中市为7月开始恢复老人健保的补助。台中市政府寄送通知单，予符合资格长辈时代。也毋过通知单面顶敢若写2个重点，一个是恢复补助的原因，一个是帮市长卢秀燕来宣传政绩。但是煞无讲明这钱要安怎摕，结果这犯人徛咯。都有民众讲，市府进前一直咧哀讲财政真严，但是即摆所开100多万来宣传政绩，根本就是乱开钱。台中有不少老大人最近拢收到这张市政府寄的宣传单，通知讲符合健保补助资格，也毋过20多万人拢寄一张，爱开100几万。毋是讲特殊的经费啊，所以讲这100多万是应当会用创伫咱迄个刀口上的吼。通知单顶面第2段就开始宣传，这是市长卢秀燕重要政见，写规大堆，最后嘛无讲要安怎退费，民众质疑讲这笔钱开了有够莫名其妙。那么一直说啊，这个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预算非常的少，那么我们已经到举债上限了，那么还要这样子的挥霍吗？市政府回应讲，这笔预算绝对合法，就是讲主动通知，这个钱开了真有价单。就有那个宣导费用，这100多万，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了，因为你26万嘛，哈，26万封。那我觉得这一张成本花4、5块钱来让老人安心，真的很值得。社会局嘛讲，若是有民众伫工会成立健保会，健保局会依照名册一律通知当事人来退费，所以讲无写伫通知单啊顶面。乡亲免烦恼，是讲市政府一直花无钱，又搁伫咧老人健保会话题开100几万的宣传，引起各界议论。